乡亲啊，这波的疫情为3月24以来，已经有超过300例本土病例，有几啊间学校的师生确诊，学校拢来停课。啊，针对着基隆市指挥中心宣布发放这个家用的快筛的试剂，予基隆市民检测来做类普筛。也毋过中央过去真反对做这种的类普筛，所以互外界批评这政府相定的标准。啊，国内即摆即个疫情，用即种的类普筛到底是有适当啊无咧？感染科的专家黄立明认为讲，毋免期待讲用即个类普筛就会当来清零。伊讲未来1个月内，即个国内的疫情恐惊还阁真歹完全来收煞。基隆市疫情连传播，指挥中心宣布启动全台湾头一摆类普筛发放家用快筛试剂，予36万的基隆市民，结果一礼拜内就会知。因为去年中法官主动用血清检测，无人处罚。去年5、6月份湘北疫情大爆发，指挥中心嘛坚持无要普筛，所以讲引起外界质疑，讲敢是两种标准。可是如果以目前这种规划式类普筛，是采取个人自愿，然后用快筛的方式的话，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差。那这个我们可以预期呢，就是它会帮整个疫情踩一点刹车啦，可是不太可能反转这个疫情。真个县市拢有疫情，想要靠类普筛来阻挡疫情，专家认为讲安尼真困难，加上清明年假过到啊，对疫情会加添真济变数。其实台湾各地目前都是很麻烦哈，你看前阵的高雄个案不少。哦，那现在基隆跑出来，那双北最近还是持续都有，你要很快把它收回来是非常困难的。那我们至少大概一个月之内呢，我们不太会期待说这个疫情很快就收缩掉，然后就没有个案了。为北到南拢有疫情，所来爱阁通过清明年假人潮南来北往的考验，即摆才是国内疫情敢有法度去控制重要时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